新聞一開始，咱先來看副總統蕭美琴順利完成5天4夜帛琉訪問行程了後，7早暗時9點外已經返來到台灣。這嘛是伊上任了後頭一擺用副總統的身份去訪問友邦。我們見證了台澎榮邦合作的許多成果，展現台灣貢獻國際社會的實力。那這次的出訪我們也特別宣布，調查局將派員常駐帛琉，並捐贈無人機給帛國政府，以強化各項的合作。蕭美琴在機場發表談話，除了大力推薦台灣人去帛琉以外，嘛宣布台灣將要開啟無人機外交，要關這咱自製無人機，協助帛琉面對氣候變遷等等的挑戰。另外，調查局嘛派人進駐帛琉去鬥3天。蕭美琴強調，台灣的外交壓力將來唔捌減少，不只個就親像總統賴清德講的，台灣人都是世界人，咱有權利走向世界，用咱的本領，讓國際看到台灣。